和有些人对阴官的深远此敌之意，丝毫也不专注，只是苦头上铿锵有力、声调抑扬的吟诵明明关关修修等多种仪轨的词句。到了最重要的念诵心咒的时候，此心情顿然放松，甚至原来端坐的身体也已东倒西歪，开始西白二之源的烟草，谈论沟头沟尾等关于开启了众多奇遇伏藏之门，如同绿黑色的窗子般空数念诵而混日子。到了下午，看一下天空后，便苦诵便苦诵班扎不贝都贝等那这个方面呢，就是当初在巴智仁波切修这本书的这本书的这个时代，也可以说是巴智仁波切的他们的这个时代。同样也是藏区本身在西藏的整个的这个怎么说呢？人们都是信仰佛教的，藏区整个都是有佛法的，但是也是佛法呢，就是在遍入整个的藏地的话，就是也有一些相当也是我们在佛法的这个种地或者是扁地一样的这样的区别。所以藏地的话，就是有一些大的寺庙的附近跟有大的佛学院的这些的附近的以及还有比较偏远的地方呢，就是有很大的区别的。那就是包括在我们小的时候，那包括现在也一样，至今也一样，就是在整个的藏地的地方呢，就是有大部分的地方呢都是比较懂得佛法的，在民众也一样。但是呢，就是也有一些少数的地方呢，就是不要说是普通的这些怎么说呢？那个居士或者是普通的这些人民，那就是已经是出了家的，也对佛法的这个学习上面不是特别懂的都有，甚至也是有去帮人家念经的这些怎么说呢？那个僧众当中来说吧，也是都没有特别的这种学习到的，这些是肯定有的。那这些呢，就是这个在过去巴智仁波切他们的时代也是一样的有的，尤其是巴智仁波切呢，就是度化各种各样的众生，然后就是也去过很多的地方，尤其是巴智仁波切曾经去过很多的这个牧区的地方。那么就是牧区住的都是比较偏远的，只是相信佛法，就是相信因果，但是呢，就是如理如法的修持佛法的人呢，就并不是有那么的多。那样的时候呢，就是你巴智仁波切一直都是他一生当中讲的最多的就是普贤上师言教跟入菩萨行论。巴智仁波切就是所有的这个显密一切的经典都是精通显密无伦的一个非常殊胜的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班智达。但是他讲的最多的就是这些真正的对人们能够可以内心可以改变，而且是对向善而能够可以在怎么说呢，修持的这样的一个法，就是相当就是入菩萨行论跟普贤上师言教这两本是讲的是最多的。因此这样他也是利了无量无数的众生，在藏地来说到就是有无量无数的众生。那同时他在很多地方去的时候也是遇到过很多这种情况，那他也是有去参加一些超度亡灵的地方，他只是就是路过遇到了，那就是在超度亡灵的这个就是亡生者的家里面，他也是在跟着人家在那个超度亡灵的这些僧众的一起，他也获得个一碗酸奶。但是他就神通看到了那一天主要的超度亡灵的那个上司，他就心里想，这个家那今天应该会供养一匹马给我，然后他就是一直想这个，然后呢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那就是他下面有一个师傅，就是喇嘛
你就像就是那个怎么说呢，普通的出家人，他就想这一家应该会供养给我一只羊，啊，那就是他们就这样一直又想这些呢，巴智仁波切都知道了。那巴智仁波切同时就是对这个王子很慈悲，然后就把他的灵魂呢，就是巴智仁波切，被巴智仁波切超度出去了，啊，然后他就写下来，就是说，那就贪心的上师就是一匹马，就也是同样的，最后也是得到了一匹马，然后那个就应该会就是想要供养那个羊的，他也得到了。那巴智仁波切其实只得到了1碗酸奶啊，那就他也喝了1碗酸奶，就是超度了。就这种情况是特别多的。所以呢，巴智仁波切这本书呢，就是特别就是在按照这个社会感，特别实际的写出来了。所以这里就是有班扎布贝，对不对？这个方面来说到，就是念所有的仪轨、持诵咒语的后面呢，就是有做那个怎么说呢？那个八功，然后赞美，这个我们就是要念六度木的仪轨的时候也有嘛，就这样。所以就是在真正的在修持他的咒语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念诵仪轨的整个的过程当中，就是有前面有皈依、祈祷、发心。然后呢，就是有那个怎么说呢，神缘次第的整个的过程，然后最后呢，就是念诵咒语，就是今天我们在修持金刚萨埵的时候就，念那个百字明跟昂班扎萨埵一样，特别重要。以一个人来说的，相当于是五脏内腑一样的，就是肝跟肺、心脏一样的，在整个的仪轨里面，就是咒语是最重要的。但是很多人呢，就是在念经的时候用雕念的时候呢，大家都是比较不太会讲话，就是一直很认真的念。到了咒语的时候，就是轻松下来，昂班扎萨埵，然后就一般这样说话，又一般昂班扎萨埵就这样讲话，讲悄悄话，这样就把咒语的时间就过去了。那当然就是那个时候就没有手表嘛，没有手表的时候看一下。因为那个很多地方就是要看窗户也好，然后就是帐篷里面就是也是从天上看，太阳大概到了哪里，差不多了，那就昂班扎布贝德贝阿罗，就是这样就念八功的昂班扎布贝德贝阿罗跟的那个时候敲锣打鼓，然后开始就是仪轨就是要念诵圆满了，就这个意思，这里面讲的，所以这个我们不用特别知道也没有关系，只要是我们要知道。认真啊，然后集中精神念才是最重要，不要用打发时间啊，就这个意思。他就是要一个这样，就是能够藏族人听得懂的一个方式。利用了一些怎么说呢？举的例是吧？对。啊，什么？举例对。发出句下，这种念诵仪轨是非常下列、无有实义的佛事。那这些来说到，就是藏地的话，就是有些没有寺庙的地方，就山上牧区那些地方，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怎么说呢？那个出来的一些。各种各样来的一些师傅啊，什么修持的时候，那也比较没有办法修得那么好，也比较没有办法修得那么怎么说呢完整。也有一些就是也不懂这些要修持的时候，实际上只是会念而已，然后就也不懂太多的这种深言次第等等的一些过程的时候，会有这些问题。诸如此类的形象佛事，不如以清净一念诵一遍35佛禅会经或普贤行愿品。那这些我们仪轨上面比较没有办法特别的就是完整的情况下，前后都比较没有办法特别完整的情况下，那就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比如说35佛禅啊，或者是极乐净土的这个祈愿文啊，这些都是呢念起来就比较简单，然后这里面也没有什么在哪里打鼓，在哪里敲锣，然后这里哪里就是要加什么，这些都没有，念一下也是比较好，就是这个意思。
个南极万龙这个也，日本做人这个。